羅馬書第14章，信心軟弱嘅人，你就愛接納佢，意見無窮樣，也唔好同佢辯論。有信心嘅人，馬嘅毒食；信心軟弱嘅人，單槍失菜。馬嘅毒食嘅人，唔好看強唔識嘅人；單槍失菜嘅人，也唔好論斷馬嘅毒食嘅人，因為上帝已經接納佢。你係馬人，勇敢論斷別人嘅僕人，佢係成功也係失敗，由佢嘅主人來管。佢會成功，因為主會幫助佢，本佢起得爭。有人認為兩日比別日較重要，也有人認為當日全部同樣按重要。每一個人當中應該有自家嘅意見，特別看重某日嘅係表示佢對主嘅尊崇，馬嘅毒食嘅也係表示佢對主嘅尊崇，因為佢為到所食嘅感謝上帝。有道食物唔食嘅同樣也係表示佢對主嘅尊崇，佢咩感謝上帝。愛道當中，無人係單槍為到自家來生，也無人係單槍為到自家來死。愛道那係生，係為到主來生；那係死，也係為到主來死。按樣來講，無論係生也係死，愛道攏總係屬主嘅人。基督所以死而復活，目的就是愛做生人和死人嘅主。既然係按樣，你做乜嘅論斷你嘅兄弟姊妹啊？你做乜嘅看強你嘅兄弟姊妹啊？愛道將來攏總要企在上帝嘅面前接受佢嘅審判，因為聖經講，主講，我指定我嘅生命發誓，大家人攏總要快樂去拜我，人類全部要承認我係上帝。按樣來講，愛道每一個人天初要將自家嘅事在上帝嘅面前交代清楚，所以愛道唔好繼續彼此論斷下去，應該下決心，唔做危害兄弟姊妹跌倒犯罪嘅事。憑愛老主耶穌嘅親密關係，愛確實地食物本身全部係強力嘅，總係那係有人相信某種食物係無強力嘅，對佢來講，這種食物就係無強力嘅咧。而那係因為食物傷到兄弟姊妹嘅心，而就唔係就愛心行事。基督已經為佢死，而唔好因為你嘅食物來敗壞佢，唔好因為你看做好嘅事，害你自家本人批評。因為順從上帝嘅主權，唔係靠食物，係靠聖靈所屬嘅公正、和平、喜樂。按樣服侍基督嘅人，一定會得到上帝嘅歡喜，人嘅稱讚。所以，愛道愛追求和睦，彼此操守嘅事，唔好因為食物破壞上帝嘅工作。一切食物全部做得實，總係因為食來害別人跌倒，就千唔好。那係按樣，最好莫食肉，莫飲酒，莫做害你兄弟姊妹跌倒嘅事。你對這條事情樣板相信，你在上帝嘅面前就樣板去行。人天係錯嘅，就照按樣去行，也唔會刺激嘅。係有福氣嘅人，總係心肝行義父，就拿來食，上帝會聽佢嘅罪，因為無照信心來食，行事無照信心做嘅，全部係罪。